智慧之書 The Book of Wisdom 第8章克里虛那穆提，橫笛的獨奏。第一個問題，中愛的奧修，船隻何時會到達彼岸呢？德娃，維格揚，根本就沒有彼岸，有的只是此岸。問題不在於要到達某處，當下的覺醒才是重點。他從來不曾在那裏或在當時，他永遠是這裏和現在。此一片刻就是一切的實相。我所謂的船並不是真正的船隻，我指的是讓自己變得更有覺知。長久以來，人們一直都在昏睡中，人們其實已經就是他想成為的，人們已經在樂園裏。你們從來不曾離開亞當的花園，因為沒有人可以驅逐你，但你卻進入昏睡狀態中，你開始看見1001種不同的夢境，後來，那些夢境成為你的一切，而真實的實相就漸漸地退去，一切變得越來越不真實。你並不需要去別的地方，靜心是一趟無關時間的旅程，它是即刻的覺醒。如果你此刻能夠安靜，此刻就是彼岸。如果你能允許不要再動腦筋，如果你能放下頭腦，此刻就是彼岸。但頭腦是非常機靈和狡猾的，它歪曲所有偉大的教義，它找住文字，它並給許多文字不真實的意義。是的，我是在談彼岸，因此你的頭腦一定在想，彼岸，船在哪裏？彼岸又在哪裏？我要如何上船？怎麼進去呢？進去之後，何時才會到達彼岸呢？你誤會了，這整件事你若有覺知，此岸就是彼岸，此刻就是永恆，這個身體就是佛陀，這個地方就是蓮花的樂園。覺醒並不需要時間，它連半秒的片刻都不需要。你只要內在升起極強烈的渴求，那程度強烈到你像着了火，就在這火中，舊的離去，新的到來。其實，那舊的根本就不曾存在，只是你相信它，而新的一直都在，但你卻忘記了。我向你們宣布，這個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，這一世的生命也是唯一的。不要想說死後還有生命或七重天，及天堂後面還有生命，這些都是頭腦的夢幻和詭計，它們是讓你又再度昏睡的新方式。因此我堅持門徒不應該遁世。遁世隱居代表你對到達另一個世界的投射和幻想，但因為根本就沒有另一個世界，於是你一切的努力都將白費。你們並不需要去修道院或喜馬拉雅山，你們不用從這裏遁逃，你們必須在這裏開悟。事實上，在這裏開悟要比在喜馬拉雅山洞穴中來得輕易。你們是否曾經觀察過，如果你做噩夢，馬上就會清醒過來，但如果你的夢很甜美，要清醒就會比較困難。如果你正夢見與愛人在度蜜月，誰會想要醒過來？這時如果有人試圖喚醒你，你會覺得他是你的敵人。但假若你正被一隻老虎追趕，生命正迫在眉睫，你不斷地快跑，老虎更是緊追不捨。正當你開始感到他的氣息已經來到你後背上時，你會突然驚醒。這個夢太恐怖，太嚇人了。在喜馬拉雅山洞穴裏，你的夢是很美的。就如同修道院裏修行的人，他們總是夢見上帝、天使、天堂和永久的喜樂與和平。但在凡俗的世界裏，你為噩夢所苦，你總是夢見股票市場和權力鬥爭。因此，在這裏是比較容易清醒的。如果你在這裏無法覺醒，那你就更不可能有機會在別的地方醒悟。我要再重複一次，請記住，實相只有一個，絕對沒有其他的實相。你有兩種看待實相的方式，用惺忪、夢幻或甚至充滿塵埃的眼睛扭曲所看見的一切，用不昏睡、不夢幻且沒有塵埃的眼睛來看事物。那所有你看見的一切皆是真理，真理讓你自由。第二個問題，中愛的奧修，當你手指指向月亮的時候，你說，當今的男人必須變得更有男子氣概。什麼是男子氣概？普蓮、阿努巴雅。男子氣概和女性氣質一樣有兩種方向，其中一種男子氣概的頭腦是攻擊、暴力和破壞傾向的。長久以來，男人也都因為比較傾向如此，所以整個人類受到很大的迫害，而也因為男人負向性的男子氣概，導致女人為了要配合男人也變得比較傾向負向性的女性特質。女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，那男女中間裂縫的縫口就會大到無法聯繫。因此，當女人是無氣力、無感覺和漠不關心時，負向性質的男人就會和這樣的女人結合一起。事情有負，就有正，不可能僅有負面。
就好像禍中有福，否極會泰來，黑夜之後緊接着就是黎明。因此，男女特性也是有其正面向的。正向的男子氣概是主動，富有創造力和有一顆冒險的心，這和負向的特質是一樣的能量，只是運用在不同的層面上。負向男子氣概的頭腦會破壞，而正向的卻會創造。破壞和創造並非不同的兩件事，它們是同一能量的兩面。同樣的能量可以變成只有攻擊性，或具有創造力。當能量由攻擊能量變成採取主動時，它就是很美的一件事。當暴力變成對生命的冒險，以及對新的、未知的探索的能量時，那它就非常地有益。女性特質的狀況也是一樣，無氣力是負向的，接受性是正向的，它們看起來非常相像。你需要有非常精準的眼睛才能洞穿這兩者的差別。接受性是歡迎，是等待，是祈禱，它是主人，是子宮。無氣力則是純然地沉悶、死寂和沒有希望，總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等待、期待，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，於是你落入無感覺和漠不關心。而無感覺和漠不關心是毒藥，同樣的能量可以轉變成漠不關心，也可以轉換成超然的態度。如此一來，事情就會有不同的味道。漠不關心看起來和超然的心態很相似，但卻不同。漠不關心是一點興趣也沒有，超然則不一樣。他有住很大且絕對熱烈的興趣，但他卻不會留戀、依附。事情來的時候，他享受當下的片刻；當事情消失，就好像所有的事物都一定會有消失、離去的時候，那他就放手。這就是超然。沒有感覺是一種負向的形態，它就好像一堆爛泥巴，沒有生機，沒有茂盛，沒有開花，但同樣的能量卻可變成一座能量巨大的池水。這池水哪裏也不去，什麼事也不做，但卻不斷地累積，累積再累積。科學家們說，在到達某一個點時，量的改變會變為質的改變。加熱到攝氏100度，水就會沸騰、蒸發，甚至99度的高溫，它都還不能蒸發。但只要再增加1度，水就會做一個巨大的跳。正向的女性特質不會是無感覺的狀態，它就好像一座能量巨大的池水。當這能量不斷地聚集、累積時，它本身就會經歷很多質上的改變。一個男人，如果真正具有男子氣概，他必須冒險、有創造力，而且盡可能地在生命中主動、積極前進。而一個真正的女人，必須是男人身後的能量大池，好讓他在冒險的過程中能有能源不斷地供應。這些能量會不斷啟發冒險的靈感，於是這冒險會產生詩篇，而且冒險的靈魂可以放鬆地躺在女人的懷抱裡，重新獲得生命能源的補充，再次恢復活力的青春。男人和女人一起正向地往前邁進，就是完整的一體。真正的夫妻是很少有的，是兩個人正向性的相互結合。99%的夫妻是負向性的結合，所以這世界才會有這麼多的不幸和痛苦。我再次強調，男人必須具備正向的男子氣概，女人必須具備正向的女性特質。這樣結合的共同生活就是靜心，就是很棒的冒險。於是每天的生活會充滿驚奇，會是一場兩極的舞蹈。他們彼此互相幫忙，互相滋潤。男人獨自一人無法行走太遠，女人獨自一人也將只是一池沒有動力的湖水。兩人約在一起就會互相補充、支持，這份支持是平等的，並沒有誰高或誰低，即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地位較高，他們是相互的。結合一起，他們就會是完整的一體，他們會創造出不同於單獨個體所能創造出的神聖。那也就是為什麼耶穌和佛陀看起來稍遜於克里虛那，原因就在於他們是單獨的，克里虛那比較完整。因此，在印度，人們認為克里虛那是神完美的再生，佛陀、耶穌和馬哈維亞只是神部分的顯化。克里虛那本身是完整的。另外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，如果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只是外表上的結合，那它將不會很重要。它同時應該是每個男人和女人內在的結合，因為每個男人的內在是女人，每個女人的內在是男人。男人、女人內在的結合交融是為了達到內在結合而準備的課程與實驗。每個人的出生都來自男人和女人，你的一半來自父親，你另一半來自母親，你是兩極的相遇。現代心理學，特別是榮格學派心理學，
接受男人和女人都是雙性的。如果你的意識心靈是男人，那你的無意識心靈就是女人；而如果你的意識層面是女人，那你的無意識層面就是男人。但一開始想要設法達到內在的結合是比較困難的，因為你看不見內在。所以首先我們從看得見的地方開始學習，先學習和其他女人或男人結合，你就會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經驗。然後，慢慢地，你往內尋求，就會發現同樣的兩極就在你裏面。內在女人和男人相遇的一天，你就開悟了。這將是非常值得慶祝的大日子，不僅是對你自己的慶祝，也是對整個存在的慶祝。經過好幾百萬年之後，終於有一個人回到家了。據說佛陀開悟的時候，天空開始灑下花雨。這並非史實，而是詩意的表達，其意義非常深遠。整個存在一定是手足舞蹈，齊唱歡喜之歌。天空灑下花雨，因為這是非常稀有的現象。原本在探索中支離破碎的靈魂，突然間整合一起，成為結晶，它成為神，這是值得慶祝的，這是對整個存在最大的祝福。但請記住，你必須先從外在學習，除非你知道女人所有的外在風貌，她的豐富，她的甜美和她的辛辣，除非你也知道男人的外在風貌，他的美和醜陋，否則你將無法進入內在層面，你將無法允許陰和陽在你內在結合。這結合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最終的重要，因為只有在結合之後，你才變為神，絕對不是在那之前。第三個問題，鍾愛的奧修，雖然我沒有出席克里虛那穆提在孟買最後一場的演講，但我聽說他有提到反對門徒的說法。對我來說，這似乎是他在幫助他自己和幫助你的一個方法。實際上，他並非真有此意。請說明一下，阿南多·傑蒂許，克里虛那穆提是個已開悟的人，你不需保護他。他確實就正如他所說的反對門徒，那是他面對生命的態度，雖然是個很狹隘的方法。他的洞見就像隧道一樣，因此，根據他隧道般的現點而言，他的任何說法都是對的，但卻非常狹窄。他可以說門徒是不對的，他可以說我是不對的，但我不能說他是錯的，因為我的洞見包羅萬象。如果我能說佛陀是對的，查拉圖斯特拉是對的，老子、蒂洛巴和阿底峽是對的，還有很多的其他事都是對的，那我也就可以說克里虛那穆提也是對的。是的，確實有些人會因為他的洞見而受益良多，但那只是少數人。事實上，那些認同克里虛那穆提觀點的人，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幫忙，因為門徒意味着需要師傅的幫忙，這也就是成為門徒最根本的形式之一。不管你稱不稱他為門徒都無所謂。克里虛那穆提非常反對門徒和師傅這兩個字，但這卻是他50年來一直在做的一件事。他是一個一直在說自己不是師傅的師傅，而那些跟隨他的人，其實就是他的門徒，只是他們不認為如此。你怎麼想都無所謂。你是什麼才是重點。克里虛那穆提是師傅，他擁有很多的門徒。他否認自己是師傅，這其實是他教導的一個方法。在這個充滿自我的世界裏，人們很難放下自我而真心地臣服。於是克里虛那穆提對這些人開啟一扇門。他說：你們仍然可以保有自我，你們不需要成為門徒。這些人感到非常高興，因為他們不用向任何人敬禮。但經由不斷聆聽他的演說，人們內心深處開始敬佩他，開始臣服於他。他對外並不宣稱他是師傅，但任何師傅會要求門徒的事，他也同樣地會要求來聽他演講的人。師傅會說：用心聽就好，全然接受地聽，不要思考，不要用念頭加以干擾。這就是他對那些他不稱為是門徒的人的要求，這是非常洗練的遊戲。他可以說門徒是錯的。他必須如此說。後來，不管他到印度哪裏演講都會發現有我的門徒在場，這讓他很惱怒。而讓他更惱怒的是，他發現我的門徒對他反對門徒的言論竟是那麼接受地一笑置之。他問他們：你們為什麼還要來聽我演講？如果你們已經有專屬的師傅，你們就不用來找我。他私下對我的一位門徒說：如果你已有師傅，就不需要來這裏了。我的門徒回答他，但我的師傅說，如果你發現任何地方有可學習的事，你們就可以去那裏。
這是他的教義，我們只是遵循他的指示來聽你演講，而非要跟隨你。他當然會很惱怒，但你不用替他辯護。這是很美的，他不能接受我，我卻能接受他。這對我來說一點都不是問題。我接受各式各樣的人和包羅萬象的哲學理論，我的洞見是很寬廣的。事實上，他之所以會如此反對師傅和門徒是有原因的。9歲那年，他被安妮、比桑特和一些神學家們收養，年紀尚小的他什麼都不知道，卻被逼成為門徒，過着非常嚴謹的門徒生活。這對他來說是個已經愈合卻仍留有疤痕的傷口。他每天接受24小時的訓練，因為通神學會領袖德比特認為這個小男孩以後將會成為世界導師，全世界的師傅，他將成為麥特利亞神主的媒介，所以他必須先做好完善的準備，好讓佛陀在他身上誕生。因此，他遭受很多折磨。每個小孩都希望能和其他小孩吃一樣的東西，一起玩遊戲，他也不例外，但卻不能。他被戒備森嚴地看護着，他不能去上一般小學，就像囚犯一樣被關注。每天早上3點鐘起床，洗浴聖禮，然後接着是各種各式的儀式練習，西藏的、中國的、印度的、埃及的，他一定累壞了。最後的傷痛則是他弟弟尼塔南達的死亡。克里虛那穆提和尼塔南達是兄弟，他們兩人一起接受訓練，因為神學家們不太確定到底哪一個人會成為世界的導師。尼塔南塔在很嚴謹、幾近不合理要求的門徒訓練生涯中死去，這對克里虛那穆提來說是個很大的創傷，因為他非常愛他的弟弟，那也是他唯一的愛。他母親早死，父親無法照顧他們，他很小就和弟弟一起被帶離家庭，到修道院中做個小小的職員。他們被安妮、比桑特收養，並且一起周遊列國學習不同的神秘法門，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艱苦的。尼塔南達則很有可能因為不能負荷過多的訓練而死去，非出於愛意的自由選擇成為門徒。克里虛那穆提和弟弟就像是囚犯，而那些牧師就好像是典獄長。因此他對師傅抱持着一個非常錯誤的觀點，要逃離他們的掌握對克里虛那穆提而言是很困難的，但最後他成功了，因為有誰能長期掌控一個人呢？當他成長，茁壯到足以離開牧師們的掌控時，他很快地就逃跑出去。他並且宣告說，我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師傅，我也不打算成為世界的導師，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荒謬的。從那時之後，那傷痛的疤痕就一直存留着，也就是從那時之後，他就一直在演講中提出反對師傅、門徒、靜心等的事。克里虛那穆提的反應是很正常的，但事實上，他從來不知何謂師傅，何謂門徒生活。師傅與門徒必須是出自喜樂和愛意的接受，而非強迫的。你們比他幸運的多太多了，出於愛和喜樂你們接受我，而且你們可以隨時離去。但克里虛那穆提卻沒有離去的自由，他也不能選擇他自己的牧師，而且很有可能小小年紀的他常常被錯誤對待。事實證明李德比特是個同性戀者，甚至有人指出他對小孩進行性虐待。你們想想，假如一個9歲的小孩在性方面被誤導，他將會受到非常深的傷害，他將很難釋去這道傷痕。問問心理學家，你們就會知道，如果一個小孩曾經在性方面有被騷擾的經驗，他終此一生將會受到影響。如果小女孩在不願意或不清楚的狀況下受到性騷擾，他終其一生對性都不能很輕鬆自在，他的害怕會不斷地出現。對克里虛那穆提而言，上述的一切都很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。他從來不曾談論性，因為那些古板守舊的牧師都已死去，再談也沒有意義。但心中傷痕總是仍在，因此他反對師傅、門徒，以及種種的方法，這些都代表他過去的歷史，而非師傅與門徒的聯繫關係。他知道佛陀與其弟子的關係嗎？他知道阿底峽與其師傅達摩克爾特、達摩拉克沃塔與尤金、麥特利亞的關係嗎？他對這些人有哪些了解？另外還有一件更慘痛的事，那就是安妮、比桑特和李德比特因為害怕他會失去他的本性，而不允許他閱讀古老的經典，所以他對過去偉大的傳統一點都不知道。而如果你不知道阿底峽和達摩克爾特，你將錯過某些重要的事。
達摩克爾特在要阿底峽去找達摩拉克沃塔時說，我已把所知的一切都傳授給你，雖然我也能教導你其餘的一切，但那些並非我真正熟悉的道路，那是達摩拉克沃塔一直遵循的道路。你去找他，他將會給你更多更真實的教義，這些教義我只是聽過或從山頂上望過而已。我教你第一步驟，我教你空掉一切，緊接着下來，你必須去找達摩拉克沃塔學習慈悲。這些人是多麼地優美。再接下來，達摩拉克沃塔告訴阿底峽，我只知道被動女性特質的慈悲，你必須去找尤金、麥特利亞學習主動的慈悲，他將會教導你。他們不是想要強佔、操控或窒到你的人，他們給予自由。克里虛那穆提對這些偉大的傳統世界完全不知，他只知道那些通神論者。而這一世紀最醜陋的事是，很多的蠢蛋集結在通神論派這個大集會的旗幟下，人們努力集結宗教的精華，想要因此創造出一個綜合體，但這樣的綜合體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真的創造出一個綜合體理論，它將只是你手上的一具死屍，而非會呼吸活生生有生命的身體。就好像你同時喜愛幾個不同的女人，有的女人眼睛很漂亮，你拿掉她的眼睛；另一個女人有很俊挺的鼻子，於是你割掉她的鼻子，等等。然後把所有你得到的部分聚集一起，你所擁有的只是一具死屍。為了要製作這具屍體，你很有可能必須殺死20個女人，但最終結果卻發現一切都很愚蠢。通神論學派也就是這樣，他們把各種宗教，包括印度教、道教、回教和猶太教等等所有美好的精華結合一起，加以混合，結果只得到一具屍體。克里虛那穆提很不幸地必須和這些人一起生活，但他有極高的聰明才智，任何其他人若處在他的狀況裏，一定會迷失自己，無法離開牢籠。這牢籠看起來是如此地美麗，如此地誘惑人，因為有成千的人跟隨你，信仰你，但他卻有勇氣、膽量和智慧，願意放下那一切，義無反顧地離開那整個令人難受的圈子。這一切對他來說是很困難和艱辛的，甚至他能存活下來都是難事一件。我非常地尊敬他，而且我還能了解他為什麼反對師父和門徒。傑蒂許你說，雖然我沒有出席克里虛那穆提在孟買的最後一場演講，但我聽說他有提到他反對門徒的說法。對我來說，這似乎是在幫助你和他自己的一個方法。事實上，他並非真有此意。他說他反對門徒，他就是反對門徒。他那些狹窄的洞見是很清晰的，這也就是狹窄洞見的優美之處。因為天空越是寬廣，能見清晰度就越少。同樣地，洞見越是包羅萬象，清晰度也越少。我的洞見包含一切，他的洞見則是非常地排外。他的洞見就是他自己的洞見。我的洞見包含有佛陀、查拉圖斯特拉、摩西、馬哈維亞和回教等等上百萬種的其他教派。但請你們記住，我並不是在組合一個綜合體，我並沒有要選擇漂亮的這個或那個，我接受每個傳統本來的面貌，甚至有時候傳統觀點中的某些部分與我的看法觸礁，或有些部分我並不欣賞，但我是誰？又何德何能放進自己的選擇呢？我以傳統原有的風貌接受它，而不加以選擇。這在以前從未發生，在未來的幾世紀內或許也不可能會發生，因為擁有如此森羅萬象的洞見是非常令人困惑的。和我一起，你們絕對不可能很確定，你們跟隨我越久，腳下穩固的地盤越有可能會消失，你們的頭腦將會越來越少，而且越來越感到不確定。是的，你們將會有種透明感，但非常不確定。跟隨克里虛那穆提，每一件事都絕對是很肯定的。他是這個地球上少數分子中思想最一致的一個人，因為他的洞見非常狹窄。當你的洞見若是很窄小，你一定會很貫徹固守原則。你們將無法發現有人比我更不一致的了，因為我必須容納非常多不同的觀點。佛陀的觀點不同於阿底峽，雷伊藏的觀點不同於回教的，馬哈維亞不同於基督的，但他們全都在我身上匯集，我不加以篩選或破壞，我只是全盤地將他們消化、吸收。我稱之為新的交響樂章，而非綜合體。這新交響樂正慢慢地在社區上升。綜合體是某種死的東西，
而交響樂隊卻是眾多樂器齊奏出和諧的樂章。克里虛那穆提是一位橫笛獨奏家，我則是交響樂隊，我接受他。我當然知道克里虛那穆提不會接受我，因為他要獨奏。我能夠讚賞他這位獨奏家，但他卻不能讚賞我。他根本就不了解什麼是交響樂隊，但我卻對橫笛了若指掌，因為他是我樂團小小的一部分。但對他來說，橫笛就是所有的一切，所以，傑蒂許，請不要為他辯護，你不需要為他辯護。他可以，也很擅長為他自己辯護的，我可以了解他為什麼要批評門徒。如果他不批評，那才真令我驚訝。而如果他真的想讓我驚訝，他就必須停止批判我的門徒。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他真的停止，我將會不能置信地受到很大的震驚。你就讓他繼續吧，你仍是可以去聽他演講，甚至可以很挑釁地坐在最前排。每當你聽他在批評門徒時，你就可以用力地鼓掌、拍手、大笑。然後他會非常地生氣，他是這世上唯一一位會生氣的成道者。這一切都很美好，我不僅愛他、尊敬他，我還愛他、尊敬他的性情，以及他所有的一切。但我知道他並不能愛我，也不能尊敬我。第四個問題，鍾愛的奧修，你談到克里虛那穆提、佛陀、南那克和卡比爾，你說他們的信息是愛，而你這些被誤解的門徒，身為你的傳播媒介，我們要如何把你愛的信息傳播給世界呢？克里虛那、普蓮、克里虛那穆提、佛陀、耶穌、南那克等人都曾經談過愛，但沒有人對愛的看法和我一樣。他們的愛非常抽象，他們的愛根本就不屬於世上，他們的愛是哲學思想，他們對愛的定義與我截然不同。我全面性的接受愛，就像接受彩虹所有的色彩，他們則是有選擇性的人。他們說，藍色才是愛，其他的都不是，或是某人說，只有綠色才是愛，其他的都不是。他們譴責世俗、感官和身體之愛，我的不同之處也就在這裏。對我來說，愛是階梯，階梯的一頭紮實地根植在大地上，另一頭則連接着天堂。他們只談論天堂那一頭，否決世俗的另一頭，因此人們幾乎到達不了。因為要到達天堂那一頭，人們必須先通過下層、低處的階梯，否則你要如何到達上面呢？另外也有些像印度的加瓦卡和希臘的埃皮庫羅斯，他們只相信階梯的下層，否認上層部分。我則是全部接受。我即接受泥濘，也接受蓮花，我還接受中間的部分。因此我知道一定會有很多人誤解我。心靈主義者說認為我是個物質主義者，因為他們認為我不相信靈魂。我們教導的愛對他們來說，美言明知是愛，但卻只不過是性。而那些加瓦卡和埃皮庫羅斯的物質主義者，他們也一定會誤解我。他們會說，我之所以談性和凡俗的愛是為了要帶給人們到達所謂的狂喜、三摩地和神等存在抽象領域的一個把戲。我必定會受到物質主義者和精神主義者的誤解。身為我的門徒的你們也將會受到同樣的看待眼光，不管你們身處於哪個文化、社會、宗教和意識形態環境中，你們都會被人誤解。跟隨我就會有這樣的危險，你們必須把它當作是你的一部分來接受。而其原因是很清楚的，因為以前從來不曾有人如此全面性地接受愛。我之所以會這樣說，是因為對我來說高低並沒有分野，它們是一個整體，低處包含高處，反之高處也包含低處。污泥是尚未顯化的蓮花，而蓮花則是汗泥的顯化。我並不譴責污泥，因為就在譴責污泥的當時，你也譴責了蓮花。另外我也不譴責蓮花，因為如果你譴責它，那污泥就失去它所有的意義，然後它就只是除了一團污泥之外什麼也不是的東西。我接受地球，也接受天堂，我接受身體與靈魂，我接受內在與外在。我要教導你們的是，全盤接受，你們將會被人們誤解，而且你們不僅會受到人們的誤會，你們也有可能會誤解我，因為有很多門徒也認為我只教導性，而且他們可以引據我的書籍加以支持。另外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一定要超越性，只有三摩地才是真理，性只是個過程，你必須要超越、凌駕它。這兩種狀況一定都會發生，只有真正了解我的人會看到重點。
會了解我在這裏做什麼。我其實是在創造物質主義形態的精神靈性，或精神主義形態的物質主義。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狀況，而當任何事情第一次出現時，人們很自然會因為難以了解而有很多的誤解。一位美國中年婦女的丈夫前不久才死去。有一次，當她感到寂寞時，她找到一位靈媒與她的老公聯繫上。她問：哈嘍，親愛的，近來如何？老公回答：很好，其實我比以前好多了。女士問：你如何熬過這段時間的？老公回答：我每天醒來之後先做愛，吃完早餐之後再做愛，然後用完中餐後做一場愛，用完晚餐後再做一場，然後睡覺，做愛，醒來又開始做愛，就如此日復一日。女士問：親愛的，你在哪裏？在天堂嗎？老公回答：不，我現在是在普那克瑞岡公園裏的一頭腫牛。類似這樣的狀況，有人誤解我，但也有另一種人從另一極端誤會我。任何人如果只摘取我部分的教義，他一定會誤解我。你必須全盤接收我，當然這會讓你感到很迷惑，因為它包含兩種不同的極端。選擇依附其中一部分，不管是物質主義或精神主義，你會比較習慣和感覺一致。選擇全盤地接受我，你必定會有很不連貫的生命，一下子這個，一下子那個，但這就是我要給你們的信息。如果人們想要經驗豐富的生活，他必須學會如何不一致，如何維持不一致，如何從一個極端移到另一個極端。有時候深根入地，有時高飛在天空，有時做愛，有時靜心。然後，慢慢地，你的天堂和人間就會越來越靠近，在他們相遇的地方，你就變成了水平線。第5個問題，鍾愛的奧修，你為什麼要稱呼人們為甘藍菜和驢蛋？那聽起來是多麼地輕蔑。阿南多·史瓦哈特，甘藍菜也是人，而且是非常天真的人。你所謂的聽起來是那麼地輕蔑，對誰輕蔑？對甘藍菜嗎？事實上，把甘藍菜拿來與人們相比是更輕蔑的。他們有做錯什麼嗎？比較一下人類和甘藍菜的歷史，你將無法發現比甘藍菜更純真的人。他們都是佛陀，他們是如此地安靜、快樂和靜心觀照，而你卻說聽起來很輕蔑，是對人類嗎？而如果有人是驢蛋，我有什麼辦法？我並不是在責備他，我說的是事實。你希望我撒謊嗎？驢蛋就是驢蛋，佛味就是佛味，但請記住，做一個驢蛋是很好的，並沒有什麼錯。但，史瓦哈特，你為什麼要操心？難道你是甘藍菜，還是？最後一個問題，鍾愛的奧修，你不是每天都會談一談希那爾塔嗎？普利尼灣拿，是的，除了笑話以外，我每天都在談希那爾塔。但這一個系列在講笑話上有些困難，因為阿底峽反對說笑，因此我才沒有對你們講很多的笑話。這對我來說其實是很困難的，因為我常會受到誘惑而想說笑話，但我總會記起老阿底峽，我對他非常非常尊敬。過不久你們就會知道他有一句經文，不要說惡意的笑話。本來，最初我想不要講那句經文，但後來我想一想，那樣是不對的。